大家好，現在看看窗外，樹枝完全光禿禿的，葉子全掉了，只有冷冷的東風在吹。想象一下一棵被砍斷的樹樁，只剩根部紮在土裏，從外面看完全像死了。你的生活有時不就感覺像這個樹樁嗎？突然被你傾注一生的工作解僱了，以為永恆的關係從根部被斬斷，或者健康崩塌到連前行的力氣都沒了，我們心裏喃喃自語，完了，春天再也不配來我生活裏了。大約2700年前，以色列的情況也一模一樣。大衛那輝煌的王朝在政治和道德上徹底腐朽，被砍倒了，只剩下耶西的樹樁。從人的眼光看，連0.1%的希望都沒有。但就在那絕望的中心，上帝說了驚人的話：耶西的樁子要發生一顆枝子，他的根要發生一顆枝子。以賽亞書11:1，這個枝子是誰？就是嬰人耶穌。聖誕節的真正奇蹟不是從華麗的宮殿或完美的家庭開始的，它是從最醜陋、最絕望、滿是傷疤的樹樁開始的。大家都放棄了，因為上帝不迴避我們的失敗，他用我們的失敗作為土壤，來長出全新的生命。你的生活中有沒有哪個部分你已經宣判不可能恢復了？上帝靜靜地靠近那個受傷的、腐爛的地方，說：就在這裡，正是這裡，我要長出我的新枝子。每年新年，我們又忌挖、減肥、考證，拼命用自己的力量黏上新葉子，但冬天一來，全都又掉了。為什麼？因為真正的生命不是從我們的努力長出來的，真正的生命從外面來，衝上面來。那個生命就是2000年前在伯利恆馬槽裏哭出聲的耶穌基督。當你歡迎耶穌的那一刻，你的樹樁生活就不再是死胡同的故事了，那被砍的斷面反而成了永恆生命扎根的最好土壤。你不再需要扛着我必須救好才能得救的重擔，耶穌已經全做了。即使你又失敗了，也不配動搖，因為你的根連着耶穌那永不枯萎的生命。你不再是失敗者或樹樁，你是從那枝子長出的新樹，新造的人。這個聖誕，請別再自己黏葉子了，就看着那枝子吧，把耶穌那枝子邀請進你的心。那麼即使在你樹樁般的生活裡，也配開始真正的春天，永不枯萎的春天。